乌克兰反攻，把巴赫姆特骨头的征讨收倒转来。不过美国官员认为讲，要甲罗西亚军彻底赶走真困难。疫情转好了后，真侪人去日本爬富士山，游客制影响当地生态，所以讲地方政府要想要收登山费控制人数。巴西利用者为发假招西加币贵33，超出国一斤会当卖大票5万4，听讲芳费真着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节目头起先来看意外消息。巴西亚马逊雨林昨日是有一只载人客去钓鱼的小飞机载落，这飞机顶的14个人拢总罹难。也若是伫印度的北方邦，是有一间人家厝厝顶熊放起，一家口5个人拢互土角地死。七岁飞机卡伫树丛，机身前半过差不多全毁，伊也嘛散规涂骹。巴西亚马逊州北部的巴塞罗斯昨日发生空难，一台普罗皮来小飞机降落时阵冲出跑道，弄入去边仔的树丛，机上14个人全部死亡。De modo que a gente não possa gerar especulação. Então, a única certeza que nós temos é que no momento do acidente a condição climática era de intensa chuva no local. Se isso foi preponderante ou não.Nós não sabemos, e por isso que vai ser feito o levantamento todo aí pelos órgãos competentes para depois gerar um relatório. 当地官员讲，死者拢是巴西人，本来按算去亚马逊钓鱼，9月是亚马逊钓鱼的旺季，一寡爱钓鱼的人拢会去当地掠孔雀鲈鱼，这热带河流的物种。巴塞罗斯是亚马逊森林入口城镇，当年有几10万的游客到位。初步调查，小飞机伤晚降低，唔知处出跑道尾，当时也有另外2台飞机要去巴塞罗斯，不过因为风雨伤大翻头。伫印度是发生厝顶崩塌事故，印度北边北方邦一间民家厝顶昨日透早熊落落，当时厝内一家伙5个人，包括3个囡仔拢伫困，无人会赴反应，全部活活地死。हमारे परिवार है, हमारे जेठानी जेठ है, हमारी बेटी स्कूल जा रही थी, हमारे हस्बैंड को फोन आया रास्ते से लौटा लाए, कहीं वहाँ पे छत गिर गई है, हमने सोचा ऐसा ही होगा यहाँ देखे सब खत्म पड़े。警方调查了，发现出代志的厝是铁路部门老旧房舍，进前因为安全考虑，要求这家伙爱搬离开，未然正是非法带入去的。当地政府登记调查注定塌落去的原因，铁路部门会甲其他的劳务帮乌拢清空，避免遗憾的代志搁再发生。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这几天乌克兰是甲巴赫姆特骨头的征讨收倒转去，互乌克兰的士气是加真好。不过，美国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米利是讲，乌克兰要彻底赶走罗西亚军是真困难。乌克兰部队17表示，经过几个月激烈对战，成功为俄罗斯军队手中夺出克里斯基夫卡村这个村位于俄军占领的巴赫姆特以南。伫这进前，另外一个村安德里伊夫卡也有一名乌克兰的士兵爬去墙顶，佮将乌克兰的国旗插起来。乌军南部发言人叶弗拉什证实收复这个村的消息，佮表示收复克里斯基夫卡对乌军包围巴赫姆特有帮助。А особливо відзначу сьогодні воїнів, які крок за кроком повертають Україні своє. Кліщівка, молодці.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表示，克里斯基夫卡村方解放，因为敌人犹原想要夺回失去的所在，所以规家乌军拢也咧坚持抵抗敌人的进攻。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7表示，虽然乌克兰反攻行动无失败，几乎将俄罗斯部队赶出国境这个更加大的目标有非常悬的底线，强调乌军也阁有大量的战斗能力。另外，挺进南部海岸甲收复马列坡顶，米利表示，家己无想要做出预测。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去访问罗西亚，参加战略安全咨询会议。这桩嘛是为着罗西亚总统普京10月去中国访问做准备。韩国朝鲜日报报道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家己讲，伊捌为着阻挡乌克兰的战争变严重，甲成立卫星系统关起来。时阵美国的国会是要甲查。英国《Times》报道，7大工业国要扩大制裁罗西亚，最近可能会宣布禁止进口罗西亚的香蕉。
罗西亚大厂爱罗莎全球产量是占全世界1/3，这些罗西亚收入是一定会受到影响。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加州的议会通过新法案，要求一年营收超过10亿美金的公司要申报温室系统的排放量，大概有5000间企业会受到影响。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一款猪仔汤面，两个无一岁的鸭仔，甲伊踢落喙里食落，猪仔碰起来，甲肠仔踢掉咧，一个死，一个破病。厂商是赶紧甲产品收倒去。离北非上解近的意大利是非法的移民要偷渡入欧洲上接近过所在之一，所以讲嘛，常常有移民船伫咧因的附近冰船。救援队昨日就阁救到要500个非法移民。不过，意大利南部一个小岛收容的非法移民人数甚至是超过当地居民。所以讲，当欧盟的大官去视察的时阵，就答应要甲意大利到处理移民的问题。15只小船伫海面上铺设点击，总共有471名非法移民，其中包含205个囡仔，互救援队送往意大利。随上这款危险的画面，伫过去3年内底，伫地中海南部沿岸是逐工伫出现。对今年到即阵为止，已经有12万6000名非法移民进入意大利，而这数字已经是2022年的2倍。位伫意大利南部的拉姆佩杜萨岛，离北非的突尼西亚沿岸只有145公里。长期以来，一直是北非非法移民船只登陆所在。根据联合国统计，对9月11以来，已经有大约8500人，分坐大约200只的船到这座小岛。礼拜移民超过岛上全部人口。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甲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来视察，感觉真不满的民众也拢当场抗议。Ci stiamo riprendendo dopodiché spero che abbiano detto che per esempio noi e il sindaco mi ha detto, mo non lo so se era vero, però che è stato l'intervento più importante fatto su Lampedusa non più tardi di 2 settimane fa. Abbiamo fatto uno stanziamento di 50 milioni per l'isola per cercare di dare una mano. No, beh, però è anche un modo sono i servizi, pulizia, cose, cioè anche questo può fare la differenza. Ci vuole la salute, la pace e la dignità. Migration is a European challenge and it needs a European answer and solution. It is concrete actions that will bring change on the ground. It is only through solidarity and unity that we can achieve this, and you can count on the European Union. 冯德莱恩初步提出关于移民的处理计划，不过也讲，那欧盟对非法移民的限制愈来愈多，非法移民的情况可能会愈来愈严重，所以讲应该要提出阻止非法移民的对策。不过，对着梅诺尼后任移民者大量进入拉姆佩杜萨岛，意大利及右派反对党的国民联盟领袖雷鹏也一直批评。Perché guai a quei leader che non si rendono conto dei segnali di allarme, di pericolo che rappresenta l'arrivo massiccio a Lampedusa, un'isola di 6.000 abitanti dove arrivano più di 6.000 migranti in un'unica giornata. Guai a quei popoli i cui dirigenti, i cui leader non prendono immediatamente provvedimenti per far fronte a questa sfida gigantesca. 欧洲各国近年来接受移民的态度是愈来愈保守，而伫欧洲边缘的意大利被迫接受真侪偷渡移民，对当地经济甲治安拢有袂少影响。这也考验到欧盟未来安怎来处理这移民。公视新闻心得批编译。2023纽约气候周将伫咧联合国的总部举办。纽约受几落万的示威者行街头，呼吁拜登政府莫阁批准欧洲油价天然气。也若是德国柏林受抗议者伫咧地标布兰登堡门喷油漆，美国政府无积极咧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大声喊口号，要求政府随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迁加重所带来天灾。纽约气候周17伫联合国总部登场，纽约曼哈顿街路17涌入数万名的示威者，举行终结化石燃料游行。We're targeting Biden because he needs to completely reverse course. He's not even showing up to the Climate Ambition Summit,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And what he needs to do in order to earn youth votes and win the 2024 election is to end fossil fuels.
接着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气候周同时举行，拜三也会有一场特别峰会，由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召开。会中以呼吁各国，特别是 G20 集团的成员，加速行动，合作应对气候变迁。美国目前犹原是全球上大石油甲天然气生产的消费国。环保厅计算，到2050年前，全球计划进行的石油甲天然气钻探活动中，都有约1/3是由美国财团主导。Right now,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be approving record number of fossil fuel leases, and we must send the message right here, today, right now, that has got to end today. 另外，德国首都柏林有名的代表布兰登堡大门，17日互抗击气候变迁的情绪喷黄色甲柑仔色的油漆。柏林警方表示，一个叫做最后一代的组织成员使用液压升降装置对东边的条画喷漆。警方当场逮捕所谓14名成员，佮对这件财产毁损案件展开调查。公司新闻陈慧婷编译。那讲到日本的景点，上界出名的就是富士山。这疫情转好了后，是有真侪人去日本佚佗，专工去爬富士山。亲像今年7月，都有65000多人去游览。虽然安尼是会当为当地带观光生理，不过这游客一直咧增加，交通环境安全拢只在袂调。所以讲，地方政府有可能会用收登山费的方式来控制人数。10万年前开始火山喷发，成做富士山是日本第一关山。2013年登录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今年7月这疫后第一个爬山的季节，有65000人去爬山，比疫情进前增加17%。初めて登ったんで、もう普段がどんな感じなんか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けど、まあでも。朝この夜でみんな頑張って山頂に向かってる時の渋滞は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もう足が止まるぐらい混んでましたね。休困站的便所拢是游客留落的食面本座加空的饮料馆啊。小便斗也过度使用各种常常打爱修理禁止使用的牌仔，为确保爬山人的安全，富士山管理局和上热门的吉田路线设逐工4000人的限制。不过实际上，今年7月已经有3摆超量进行。山顶这么去，互爬山真做困难，老人跋倒，真可能会发生全部人跋倒搁连落去，对爬山人的安全造成真大威胁。この富士山のオーバーツーリズム最大の原因は自動車で簡単に5合目に来られること。ということはその自動車道のコントロール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ただこの富士スバルラインは山梨県の県道でもありますから、なかなか規制をするというのは難しいので、そこで自動車の代わりに抜本的に変えるということで登山鉄道に変える。爆料旅客后山区带来唔但交通甲环境的问题，也个人无顾山区天气变化大，就穿薄衫凉鞋上山，顶无大的房间，就伫山屋顶卡困，或者是伫公用便所避寒才会乱上。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南美洲巴西有一款特殊的胶塞咖比是贵33，伫国内是1公斤就会当卖大票7000，若是销出国1斤甚至是会当卖大票54000。其实这款胶介咖比甲出名的印尼麝香猫咖比的原理是同款，拢是利用动物甲咖比豆食落为零发酵，甲白下不过处理经出咖比，听讲是有特殊的芳气。那迄2款细只动物会当到生产咖比，这泰国甚至是有抢咖比，1公斤就卖要大票10万。这是巴西东南部的卡莫辛咖比庄园，也是巴西第有鸟类乌卡提加的栖息地。真种咖比的人甲乌卡提加建立特殊的连结，合作产出巴西真特别的胶塞咖比。Só que melhor você vai achar mais assim entre os trocos, porque se você for caçar entre as folhas。Geralmente você pisa em cima, então demora muito se achar. Então você for nos tocos。乌卡提加原本互种植的人头壳真疼，因为伊的体型真大只，唔但食了足肥，也会破坏胃里。一直到咖比庄园的主人去一段1年，对香料咖比得到灵感，有时互真正食的乌卡提加食到庄园内底上好咖比豆仔，因放出来更加是精品。
Jacu gosta muito de ficar nessa região porque é uma região que é muito protegida, é uma região que é orgânica, é uma região que é biodinâmica. A gente não usa química, não usa produtos transgênicos, não usa nada. É 100% natural. Então o jacu está dentro do habitat natural dele mesmo. 因为每年产量有限，招商咖啡自然真稀奇、真贵。第巴西过来1公斤卖224块美金，超过大票7000块。出口到国外继续更加惊人，像伫英国上高级的哈罗德百货公司，1公斤能卖到1700块美金，大约是54000块大票。 Muito curioso a história do café, o processo de colheita, tudo. Muito curioso. 招商咖啡听讲口感甘甜，有一点点啊，杏仁腰果的香气，风味特殊，加上趣味的制作过程，让这款巴西特有的咖啡受到全球未少消费者喜爱。公视新闻江梅编译。印度好野产者差真济，阶级分甲真明，这第一站的百姓就算真拍拼嘛，无才调翻身。不过，今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一个特殊的案例，是一个生活伫咧贫民区的15岁少女。 伫咧3年前，好莱坞的演员罗伯·霍夫曼去印度旅游的时阵，去熟悉这个囡仔，就甲伊盗摄募款网站。时阵，这个少女是变做有37万买种的网络红人，佮就职上杂志做大牌子的代言人。 印度媒体以贫民区公主揭露超级 model， 形容15岁的玛丽莎·卡瓦，用伊为名的 YouTube 频道有81000个订阅数，底片上侪有356万次的订阅数 ，IG 的追踪者更加是有376000。 3年前，玛丽莎甲父亲住伫蒙北海边的贫民区，破厝内底堆完粪扫，把漏的时阵，人伫厝内坐，海洋直接冲过来，无一块所在是大的。不过，当好莱坞演员罗伯·霍夫曼来遮旅游，意外翕到玛丽莎的时，伊伫镜头前自然大方开朗的模样，得到霍夫曼的心，所以伫社群媒体替伊成立募款网站，改变玛丽莎一家人的人生。 I feel good because in camera I look different, in real life I look different. 印度总人口有我3成上捌字超过2亿人生活伫三尺线下面。中世制度的全面改善，确实真歹翻身。不过，伫网络拍开知名度了后，玛丽莎毋但成做印度版《大都会》杂志的封面人物，今年3月也成做印度化妆品牌奢侈品牌。Horus Essential 的代言人，一家人也为贫民区搬到有自用浴缸啊、甲自来水的一间公寓。My life it means I feel I'm very happy of myself that. Before I used to stay in a hut, but now I have a nice house for myself, and now I will take a very big house for my family on rent, and I'm excited for that. 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超过年半，公视第2台采访团队侵入战区，今日要先带大家来看一个台湾的少年人王南英，本地伫咧乌克兰读博士。 不过，伊战争了后嘛无离开，留落来帮助难民。做回来看。记者即马伫咧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城市利比乌边仔一个教会。 工作人员伫遮里发放物资，有台湾青年伫遮里放活动，含伊的工作伴甲遮囡仔相做伙。大人囡仔排队咧等待，这是战争的期间以来真难得等到的救援物资。这个人大部分拢有路无厝，为乌克兰当兵前线所在来的，因暂时去较安全的城市避难。大人伫咧边仔等领物资，囡仔坐几排，手举笔当咧擦色。 透过画图写卡片，祈祷战争会当赶紧结束。战争爆发了后，离邻国波兰无偌远的利沃夫，嘛受到飞弹的攻击，居民嘛伫咧空袭警报当中，渐渐惯死甲惊吓共存。为台湾来的王南英，原地伫咧乌克兰读博士，战争开战了后并无离开。 是留伫乌克兰甲难民斗相共，因为伊会晓讲罗西亚语、乌克兰语、日语嘛真认真，所以就甲日本还有台湾的国际救援组织合作，除了送物资、办文化交流活动以外，嘛筹划食物支援计划，帮助难民会当家己生活。
其实我早期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也是跟着他们发放物资，但是我看到很长的排队队伍，小孩子都无所事事，所以我就在想说，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再为他们做什么。王南英也佮教会合作，招新唐医的少年人做伙投入救援的工作，传达为亚洲人的爱心，展现有力头的国民外交。Мені 12 років, я з Донецької області. Добре. А можеш показати, що ти малюєш, там і розказати? Я малюю Тайванське місто. Тайванське місто, добре? 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他们来到这边，跟当地的 NGO 或者教会有些连结，很像的连结，以及让他们觉得不会那么孤单，有很多人关心他们，很多人在乎他们。伫咧超前的同时，有客人内部嘛伫咧做修复的工作，外地人来遮交流帮活动，互为东部来遮寻求庇护的难民，加点因内心的安慰。记者吴丁武、林建如，有客人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